人讲卖地讲地芳，卖花讲花红。彰化市立图书馆邀请对地史真有研究的作家康源来演讲，和民众对地俗语来了解人生的道理。咱讲文章风水地真八无几个，捌听过无？一句一句拢是甲地有关系俗语。根据清代台湾文献记录，台湾为18世纪就开始种地，发展到今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，要出侪做地、食地相关的俗语话。彰化市立图书馆邀请对地史真有研究的作家康源来演讲，小解地龙咧讲的行仔来话。地的俗语就是咱生活中因咧做地的人做出来，就是讲因的生活产生的俗语。所以我今仔就要介绍这，因为一般人拢唔知嘛。真地无色，真人无吉，讲的是真正好地，啉的是本身的好气味，唔免加透烂别项物仔。就亲像真正君子，唔免激派头。为地美讲出人生道理，民众嘛听甲真心实。今仔会真欢喜当听到那个康源老师来甲咱讲即个地势地安那啉，诗安那来对。我平时爱啉茶，但是不懂茶的文化，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，特别来听看卖呢，了解看卖呢。康源表示，亲像南投鹿谷的当顶乌龙，有一段诗人林凤池参地龙林三显互相帮助的故事，这就是台湾地的历史之一。伊这几年来，除了整理这的资料，也创作台语地史，希望会当确立台湾地的本土化，讲咱这块土地故事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